快要升旗的那时候，我起来，然后看到家里面的人在睡觉呢，默默的告诉他们说，就是请你们保重自己的身体啊，不要太想我。就是在清晨的时候，就是阿美主要出外工作的人，通常不会让家里面的人看到他离开家的那个画面啊，对啊，好悲情哦。也是要离开家的那个人要祝福他在家里面的那一群家人。阿美主的祝福歌，也祝福各位心想事成，好不好？希望里有沙滩在古迹上，路木啊有沙都卡过阿努巴巴真都哈里奈，有啦路木啊有沙都卡过伊那阿玛沙里嘎嘎马布鲁。希望里有沙来在古迹上，路木啊有沙都卡过阿努巴巴真都哈里奈，有啦路木啊有沙都卡过伊那阿玛沙里嘎嘎马布鲁。希望里有沙来在古迹上，路木啊有沙都卡过阿努巴巴真都哈里奈，有啦路木啊有沙都卡过伊那阿玛沙里嘎嘎马布鲁。Tentuku direnamu akatu bihalaten ku direnaku akatu